纸上所述。沙离体女中山，
那么这个一次，两上一日，男女小平等为事。那么现在三国呢，老热，但是平和的三国呢，世界发肚子。那么我马太徐在这份里讲起来，此地春来书上上有不来医生没有交关我要到大高讲。那么李下两位议员当我说的，那是讲两声。今这个始末上发工要3个多钟头，那么上下都是。祝各位老听众啊，新年快乐，凡事如意，身体健康。那么这个一次，里头举办单位讲我是上北部，三国当中上北部是最激烈，石子龙3冲当阳的，那么67队这副是冲得动来。头担银盔，一地难火，身披素贞，喜威服，龙枪把我马，风神定，翻向上谁少真为路人，累被兵报当阳的，杀子龙凤军师诸葛亮之命，保姆2位之母，1位小子。陆军当中之母小子10岁，好不容易举着大之母，一勾300脚，搞不了张飞。但是三相跟张飞那里讲，位于美夫人的旅亚队，你一定要去救力出来。所以石子龙儿子忙当阳的来，但是这个辰光，杀出100万大军，以及了当阳头之战。所以石子龙必须要从杀出营里向冲进去，打队营龙向，杀他2个大将。队营水将是红不名将，各平各王。石子龙这费一枪功夫，杀他2个人，为啥？阿哥高平拿石头当他兄弟高王，石子龙一枪杀他高平。现在子龙将军要猛征8万营中冲进去，所以黑上马与我冲，黑上冲嘛，2条大腿猛征某个热手里向哐哐2手，人也好嘛，马也好，一匹马明白叫我定小不龙驹马。但来东高搭档后，内关这里冲，路中上对攀我起来，眼睛就是像2口鸦鸣之一样，马的耳洞像下起个作头，马林中毛根根如起，马尾巴把棚子杆的手插起来，四里腾空，手身如脚，像人这样发一发威，唰！平常你就是不见了是，因为今朝个上面60岁，为90个以上不满大高岗，已经吃子半抓西洋参来着。子龙将军冲进大营，手柄打，一面手柄起兵把射出。落了中军长后头，有一部山，搿部山叫金山，金山半山龙向有一座庙，搿座庙叫养育基庙，是杀差个本站。
一在大战龙翔，分部将两旁在领，杀人将身受剧中。对龙翔相救，神龙翔梦报，欲对为友，有理想一去报警。一来是有本中的报丞相，红事回丞相。只有刘备麾下北豹小将随从大营，投营二位将军，被北豹小将一枪挑举而高。第一了，机关地上三国战场吩咐上级，下力出身，趁我夺势，吹动烈火。历代夫妻之于你军，枪与吕进军，只好一枪说一个。现在水务上来报，要一枪挑举而高，那一枪能举说他两个人。因为枪的吕进军是要枪队的火队与一个乌错队，说一个会一个，说一个会一个，不能说两个。福建张西的上八如女，一让不出没吕进军，说起来理了可以说7、8个，但七光把这个一说，等到说满着，那么那哪吒叫哈了特子。现在这个八宝小将一枪说他两个嘛稀奇。正阳一枪挑去而高，回丞相竟有八宝小将枪挑高边，高边的水头打丢了高尾手抽一听石岗中杀发射就原来自家人呢当他自家人。李志飞一讲，这个名堂叫李关系。这个样子说起来，非要说是两个大将，我一几个大将说起来还没快，噼里啪啦只要口气好走。退一下，水我退。上场注意力，我杀了一句吕备破，吕备嘛兵不谋轻，将不谋实，穷得大大的。我要用兵不卫，就将继续破水破了，吕备人塞入手。大将才是顶呱呱，现在讲起来才是真重。我一起个大将里向大辛苦叫乖乖来。吕备是有红黑白，谁人不知哪公不晓？红面孔关云长，新义。温水在瓦用在两之文去共归在路这样雷都在动力在老车样去马下黑面孔张起老虎老鬼小朋友里不是安肯把人发过大力当张飞龙气当三八照明没叫礼部之进步再见天是吕备是有与有八宝小将一马一条3枪名士不晓得恨得不得了不晓得啥子，在改革一战当中，吃口队谁吃个这把面孔口队。啥子像我改啥样的高档，那个种大将不来吃我饭，要帮吕备。这个八宝小将不是上等亚人，让我出去看一看。李公神啊，跟了老夫，此因观了他。是想要大致稳固将打出是李本山从三龙向毛去叫一个二毛一上二毛有轻轻上手分固将眼睛好用不到标友军杀差24岁要用一招标友军首席一条水来是那个跟傲次一招水这是招标友军对成谁叫我老口这个辰光手指龙是叫冲进队形猛进一龙上来这可见自家的手兵手将抱腿赤州哇我两帮的刀八宝小将拿了墓碑龙香事实叫福神之君
受苦苦的越苦越黑好，越苦越木喜。为啥那个钟大将像名将？目标像年长单背，人快人干，是一有800小将。这次盔甲是个大将，那时公不的一身数码红包，像一个文官。外表你看不出，很个大将，外表你才看不出。不知你想跟内功好，也是别家个大将，外表你狠得不得了，对决你狠劲谁打这里自然冲。你让我旁边个种大将来苦苦没狠，做那个老乡双气人家洗他没动用上一人。各种小将来苦就好。非要讲培养一点我水背负100位大营之中，你一马一定要上将，我冲进来，我一定说累备几百个小兵的营队，我一些个大将当中没一个人过去冲累备的营队，3场个人你都不了过力气，因为你8位一个统帅，你哭得好，你智力是要拱出来，而且不过是个大将，斗心不斗心。李公神啊，尔等空人看得，这报小将后端的威风，后端的气概，在老夫看来，莫是草桥万民的妖姬，我们宴上的废话，不善居定的行语，谁觉得他的威风？就是众将真觉得他的气概。两帮的大将，诺尼看得在三国里当阿夫这个一切大将当中，不一个人觉得斗气。三车对800小将的评价，真是吃得好吃。但是想要想红面孔关明章，我认得。大理卡都满语德国之交，黑面孔张起，我还说信，非有个找白面孔啊，进来听大家围住来打武功。特别是心要不忘2次后宫，吃力可不对的人不计其数。说了一本书，现在都比个800小将一马一条上将，本事厚得不得了。但是名字啊，大家不晓得，不肯留名。那么现在我们有几个大将当中，终于都不认得你，让我来门门口。李公神啊，这800小将教父您那是你们的2帮兵，大家在那里要的为啥看不对听到名字不晓得个小将有个瓜皮脾气不肯留名。大家马上来是小将不知，没将不知，没将不知，小将不知，其中有一个大将3场是由莫里讲起来再恨。周后卫将军许持许荣光称道吃了后，这个大将所用一句讲的就为此军斗，但是这个人有点讲对讲到前个一个人后手新亚的事，老新亚的不啷想打800小将交就过一战，吃个马战就跟把那手指龙枪柱子8个柱子当得你口吐鲜血，历史大概个800小将说行。把上来我人想，宋看这样，这么老小将，虚实相识，怎样相识？是一个个门机，我们那里新亚同不啷想交出一战，胜败是许只是非得这个马阵，而且被800小将背上一手，打得我们溃约头不是就，哦哟，啥像吃马上用不到高水，种水叫匹夫。那么基督那个七大科部队名字中晓得，那么小将教后名字是神将，我奉他的名姓，他对我演讲他的名姓，要去问年路的王，你神将要知道小将名姓，你去问年路王，披风滚响了。三查下哪个中人不去高山嘛？少年去高山，吃吃可不对，连到名字也不晓得。
那么其他大将跑上来是想要拿瓜子飞过，我们也吃个宝宝小将恐惧，明是我们去门里，你还不肯讲出来？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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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沙场上我虽是在人的中大将，大将本事好，名字不肯捋出来，说明这个人谦虚。往往有种大将本事比较，一动手当龙翔，我们没有大将差谱，可不让掉我来捋上个西名气。对着两帮比大将，哟，各种大将呢，好就要活起。但是常常想记住吕备是由于什样一个爸爸是要讲，我不晓得你名字心里想哪个。内心当中什样的人当中，不有个人认得你呀？我不相信，我文过富强，有余一切都。齐国各地各乡各有各政各事，四吃八路三语。作兴这个你们打理东乡，作兴这个你们打理办理。让我们来看，还有个不人认得的，som是啥差个对谁个眼睛？回过头来对这个人一看，想要做你的白人不认得，乃中国人的。为啥体乃中国人的？乃从前中国吕备是有个军师，一名改姓叫首富。首富帮助吕备，我怕受3万3千军兵，去当新亚人，把一个部门递到金松城。结果水日里怕个八宝小将一猛红，挪弄3万3千军兵烧到瓦塔金光，再把你手光他个一。杀你们三场城里叫外国忠人，谁是谁有人？忠人嘛，忠人难叫外国忠人，吃没吃来三场饭，帮吕备的，一日都要把他三场上当节没收，干嘛是外国忠人？但是三场节里个没收富有的，杀到里富有，三场反而开心。为啥我们三场吃点实现？因为里路普为就是谁懂谁晓得，我为啥就要上里当？实质里刺激不一个人，好把我上当，说明我这样的人当中，我最恨。始终里来自之意，我要上里当，说明你个财务比我高，我书本上想我不那个么子，你把我上去当，我只要发现。我谁可以从非礼吸取教训，都上里当，都建立模式，从非礼当中可以获得他书本上向我发那个么子，手抄的人不得了。所以一个人发现书本上好本事，生活当中还要好本事。再想到你好长水，我吃一气长一气。所以精神太皮呀，上场的西施，称到叫呼吸有高。你记住中国吕备的军事，吕备是有个大将，你一定叫得出名字。非这个时候，你发令，你哪发自己？让我来问问你个，袁世公，谁是不大进不大把水里向西部狮子，草木松啊！100万大人里下一个草木融合是啥个名堂？因为谁是新晋死他个娘，西木上有2个过，你是个小子。上场吃一番火光头，努力到了军营里向，上场已经打理讲，说是先生，我们100万军营之中，那个孩子们不想抢给那个草木融合，还有说非要到，叫说谁是英哥哥，是想要大概那死他是爷娘不到好，哦，那到。等得你7死不完，这个上场我光头说小派的，后上出比100万上的挖他真光，随时把你到1年以后全部刀光头。现在的海德里包装来神仙，年纪轻轻。开始看来，英国国起初带我吃起来，我们当里呀，吃不落了有毛病。后来欧地路爬进去，当天说想要烧焦烧吃不落，请比屋里向要吃3多亩1顿。
那么那不声音离开这块来英国公，实在是个因事俱伤。元日公，这报小将叫我明日。谁是想爸爸想讲名字，把人不晓得，我总归晓得。为啥我不了吕白当我大里这样和大里一文一武了达到？你们后不上谁正定人士，新人民运事之路。那么哎呀，讲不来听，老实讲，事实上我吃那饭，我讲没办法，趁自家新郎到吕白得去，因为两个份做不了皇上，我一把你要跟我两个做份，我随时不需要，没办法跟他来对人理想。我帮吕白，我从另外一抓角度帮，随时都不来上场，节目上不来上当，那人家我们最开心。一个人家不我们，半个人家要弄光他是你拉倒。现在你要晓得爸爸想讲名字，我明明晓得随时不讲不来听，让他心里难过啊！那么其实啊，那是不晓得，但还保证。你丢谁丢那个龙虾，单针之上才一本正经。丞相，爸爸想讲是没明白。上车想你要不够讲不认得，那记住认得，我们最晓得。那么爸爸小将叫我明日，哎呀，人想上车晓得要起火堆来着。正阳西美南海之中一日暮，进入范围的了。哦哟，想要带你哥哥那个半点事啊！那是不晓得的还保证，想不想这个忘记这个那一百副到你错的，带着你哥哥退下了。难怪这里太下去，想要做你的那不讲耐心的，我们谁不晓得？我们此地一起个大将，我怕大将下去打你蛋，送你大将有规矩，最让人当的是要通行得明，所以想要带来随时对齐。问一声立功，神人那位将军吓得谁看？与北宝小将交传，不分小将的名姓。你们的两帮比有两个大将，分我替宝宝小将斗得大意，我不来武器，其中有一个是杀车最欢喜的阿人，小国是少红，苏人香，少红天我。对，那个人是我们阿是当中最能干的人。既然如此，吓得谁旁与小将交谈，谁了当心？小将你那个你要当心，苏人强放人面了。哎，对呀，马刚家伙，莫打给我的手上的马背，当头声一响，这节目蒙真子谁叫我冲我去？啥子唯独的来单真子随时苦苦。来，不过我们这样怕人下去，下去到一定能够闻到小将的名字。谁是想让那个上那一上次我当成？为啥手持我种本事就好嘞？那个在一些个大将当中，没一个人当得过去。老实讲，最好呢怕大将下去打你一等，那下去一个把那手这种说他一个下去，两个说他一说，我们最好呢一起个大将全部说光，我已经蒙成手中马背了一条啊，一条跟到里边他接受是不是？因此，谁是么老可可惜？沙场怕人下去，当南路中要血足荡漾的，倾听我道。现在是父亲女婿为位，那么，那清早，皇帝登基，广西水女冲入后宫。凡是满嘴姑娘，或是蒙族姑娘，侪可应声进宫。但是不要中国人家年纪，那14周岁到18周岁，簿子上向登记上场，一家一家人家去应声，那大辰光大都大不脱。
现在有2个他给4个当差，一记下的，大概他的放假有时谁那舞动起身关门，开门呐，有人吗？耳闻叩门声，令人担心惊。来啦，来啦！课堂里向坐还一位韦太太，年纪40过龄，出身名门贵水。男人活了那辰光是安徽府三品海关大队。男人姓叶那拉，是哪有个种姓个家？这4个都是像是给他不大有个，给他是南方呀。汉族人4个都是不大有，满族人算什么民族？4个都是个姓了极多。譬如像清朝的皇帝姓安姓觉罗，该家人家谁姓叶那拉。有一个姓密密麻麻、别别巴巴、叽里呱啦，再一个男人的名字叫韦正，但是已经死了。一家人家个大家人的死么我就这样。个韦太太一家头头3个小囡，哪生活呢？安徽立不来家的韦州不进。那拉开到第4拉胡同遇上蓝房子里向看地马都是，但是韦太太心里向还是有希望的，做啥么该3个小囡。跟儿子只有9岁看不上，上头有2位姑娘，生得面孔才漂亮，有几个位大小姐，聪明绝顶，经济书样样才会，吃过的唱无所不精。那么呢，来他的希望谁了？这个大男生了。哎，说将来还叫这个小姑娘，这个女婿还不知之看。哎，最近啊。个大男的夹着这个男朋友了孩子，这个小伙子来得个哈，27岁送拎得清，显得给家人家穷么上门送来放空水，大半小半拎得了领不落，临时追么5两银子10两银子带上一放，表面上想不论到男小姐买的衣纸花粉泡泡，实在么补贴个家人家家用的。韦太太对这个满家的来得个欢喜呀，不晓得最近啊发灵着，外头传出来消息，新军登基广西水女。哎呀，来他一下，我屋里有2个姑娘年纪正好，非低得我对了我家人家也无干，喜鹊拉上心是么外头声音来了，开门呐！谁呀？来了来了。有人把门，不请酒朋友上门，这样穷得来哒哒的个样子，啥人来啊？也没太早出来着。追过去收起他门嘎，一开对外头一毛门，别的一晃，2个他给4名当场，个头名他给上门不还是鸡，而且出卡还不能得罪你了哇！车子个小李追上来。哎呀，我当是谁呀？原来是2位公公啊！一看打出来一个邋遢，身上像衣着当扮嘛，又像丢的人啊！这是不是也很难了魏征的夫人？是啊，魏征是我家老爷子啊！哦，不得了，魏太太，不发你个老爷子南方人，就是当家人是一个男人。那边可里这个3品海关服务大队夫人了了，他这种面孔几乎纹落了了，马上是要秘密，哈哈，原来是外太太。哎，不敢当的，公公里边请啊！外太太您请，请，请。哪里到清淡理想，虽然穷，这个胖头万人，这点规矩包啥了还？牛排都过不来的，公公。请喝茶吧。半客气。这的日子吃饭坐得用得上，这2天之福是玻璃杯，才是干物。等到盖头掀开来一口嘛，里向的茶叶散的口里，偏那个水面浪向中大约这个茶叶叶子只有3杯半，这早虽然要么差不大多呀，一口嘛哟，这家人家穷得了已经分散啊。袋子只有3只脚，那么万一只脚呢还办法呢？那看那个墙头来当脚用。
错得个美味呀！今朝来第三句嘛，还有说八点同地人子，一口个人家懂得搿种腔调是，不有世界，干脆像么鼓励这个理应公事吧。我说外太太，公公，今天咱俩到这儿来是恭喜您，贺喜您了。哎呦，穷得了虎肠开不出来，为戏了。哎呀，公公啊，别说笑话了，我家哪来的喜事儿啊？我说外太太，哎，公公，这就是天大地大的大喜事啊！什么喜事儿啦？外太太，哎，杀的大地三夫兵，他必是子恩口有尽深。你们家中所有一律真口已是非万更大山情人手语为情为谁把明白反口意容中也走给门听是不是恭喜您贺喜您了？哎呀，那么我这个子，我顶顶好个事体来着，哪办法？外头的不够高，还得这个，一箱的鱼子。哎呀，公公啊，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什么不巧啊？哎呀，我家闺女呀，这个人不是我说，年纪太小了，是个黄毛丫头，怎么能进宫呢？年纪特是要黄毛屋的，但你毛毛的脖子上像3月年龄是要喊了让你。哎，我说外太太，什么黄了小啊？我们这儿都有年龄的。那么现在天花点不住啊！上头谁小孩了还？公公是啊，年纪是差不多了，可是这两个闺女啊，生得真难看呐、进了宫，皇上不会中意的。搿句话的说为，生得难看了，皇帝非一个。那么囡闻看见，搿囡总归娘样，只要看看娘个张面孔哈子，一看老太张面孔，哟。年纪轻的辰光啥都不错，等娘个要知。我说外太太，哎，那我看你这个脸蛋儿倒是挺不错的嘛。我不错，哎呀，我带里多气质吧。滚犊娘个的！搿老王爷到宫前去，皇帝要喝个啥样都吃得进。哎呀，公公啊，你不知道，怎么这两个闺女啊，一点儿都不像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也不懂啊。你养出来个龙不清爽，你叫我讨给哪弄得动你？哎呀，公公能不能帮个忙？就那么算了吧。算了，哎，算了。我说外太太，哎，要是大伙儿都像你那么算的话，难道叫咱们哥俩该万岁一点呢？哪不能说出来的？后面他给不皇帝，皇帝非要给我，非欣赏开心着我。哎呦，公公啊，我们家里不能少了那么两个闺女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一定会帮忙的。能不能看在老婆子的份上，就该免了吧？免了？哎，免了吧？难道凭你这么一句话，就能够免了？哎呦，毛病就出来，你听呀，还没给我，关键要银子，两位姑娘说的200两银子，等到那银子把手上去，可是快了，马上到那花名册上盖一盖，大人哪里头，小人翁不头，那两个一家不进宫人。
但是错可要银子拿得来，非是你把20两拿不出来问。根本唔把银子拿，最怕你磨皮弟弟里子问。哎呦，公公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一看就有数啊。我们家里不能少了那么2个闺女，公公请你帮个忙，行个好，老婆子知道的。天天在菩萨跟前保佑公公天福天寿，保佑公公你多子多孙。什么？他给东西都是你那最公写自己生嘛？你说什么你的？哎呀，现在搿基本是花纸笔哪里走啊？哪里出眉头啊？哎呀，公公别生气啊！保佑公公长命百岁。好了，别啰嗦，叫你2个闺女出来给咱家瞧一瞧。还是归家弄出来，饿不来个。自家晓得这个2位姑娘生得个漂亮的是不能带走啊！打出来马上点钟，翻出来个。哎呀，公公啊，你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也是不巧，什么不巧啊？2个闺女不在家里呀，上哪里去了？姥姥家去了。北方人的姥姥们，南方人讲起来是外祖母，但外婆屋里向记得，他姥姥家在什么地方？哈尔滨。在哈尔滨的啦，得有了哇！旁边一他给晓得这个来他了电枪火翻门开，但你说着应头飞去上一刀，于是嘛口上去做不出的，打到里向去口一口，他是服了了水白，伤得难口失手。好了，别啰嗦，那咱俩就到里边去瞧一瞧去。还是还里向去个，不来个，侬手下了上衣了，打进去嘛马上点钟啊，那么来他那边好娘。那份答应2个字收进去了，闯到你个难忘去，不可能的。心里一慌嘛，就心不是劲，自家分觉着呀，马上录音绑立起来嘛，2只手一拉呀，哎呀，公公里边不能去啊，没人呐，没人呐。做实心虚啊，老里向不到是这么的姑娘，实干不得背要进去的。我说外太太，让开啊！让开！没人，不能进去。让开呀！哎呦，那是不得了噻，像蓝营做业绩这样呀。你到外地那女结过去嘛，里向带真个声音来着。有母亲，女儿来，这声音叫一时浓，一时香，一时气儿，叫真的对地，实地虚声，哈哈！生来不是女不备，女儿亦能真门楣。想老来儿，事与跟在弟弟，得以相也是在。小弟弟在望家境亲为诸列真人言语用拉随意，得以联谊为谁？真来用啦，他是一个小小的8品小级位，见怒水终身，随后两脚。从里向打出来一位姑娘，上人本是女之国，年73岁也做太尉，统治中国48年，历史上唯一日个女皇帝慈禧太尉。那边看看你是个女人啊，哎呦不得了！将来你山堂上一坐，下头侪是文武官有聚了海。你这样2只眼睛对个屁人，嚓嚓一声，吓得下头汪汪不安，气也不够推一推。你这样子个，轻轻叫告一声，整个中国要飞天覆地，比12级地震还要结棍了。要有搿点力道得来，是一个铁腕人物。那么现在呢？现在下来，一共只有16岁，
姓也很难了，名字叫玉来，县名叫来儿。因为衙已经死了，一家人家个衙一死嘛，三个房子个增量啪带下来，可是口子一定是死。那么盈亏利益之际，秋子娘为主不进，现在搿家人家看理了场，八子娘家家补补大大隆隆补贴家用，另外一个么呢，是块个女娃友，旁边还有一个人，那个男娃友是厉害个小姐妹叫来的，名字叫永乐，到2岁，18，上个职务。宫廷警卫军里向个8品小旗位，在现在说起来嘛，中央警卫里里长这个职务，这个小伙子还个经常来领得清，银子收上来5两10两发头的。那么人家一上嘛，最近个用落单提出来着，说来儿啊，我当年是讲也还，人年纪嘛差不多在，你到娘们我还看得出同意个哇，别受灾。我去请个美人爸爸出来，样美适合，哪吒亲自2节子收拾在，你看呐哈？来儿听啥么子啊？样美适合2节懂个哇，就是喊我搞不来哇。想法还大你说，用了啊，你还是美好。18岁有点搿种职务还不错着，但是你并不是我真正心里想所希望搿个对象。自家晓得面孔漂亮，人活络，样样侪会。是我随过搿种生活啊，不甘心干。来的是荣华富贵嘛，谁了再个几把头哇？将来我要啪啪啪上去，高子不能不花对着，不来讲，不能答应你个。那么来儿啊，你既然不同意你嘛，就收手。在现在讲起来，输他是老的，到你1头2头。哦。现在不能回头里讲，做啥么眼睛么里的太背不起，这个5两10两了还问，是个，谁地里里把里偷了再说，看，没得着海屋的哪里，那个一脚踢开，没不着海屋的我水里撒着，你再想想看，一塌瓜子16岁，花都已经是刚退了还在，现在一高头受了上衣了，拉做真先生问。一天嘛，我的难嘛的啦呀，跟娘的说你了刚才，哎呀，穷得了清酒嘛，又不上门个子哇，去看，年份打出来嘛，声音已经来的。呀，母亲，你与哪个在说话呀？来他一看，那么我讲，侬啊，你那现在出来的呢？你都娘自家了10句，我说你外头去着，你打出来，弄该讲我啊，搿只面孔张子嘛，哎呀！两个他给眼睛，嘘，对这位工人一口不得了。那这张面孔生得标致哦，这辫子高辫子，啥子辫子，实体辫子，几斤男辫子，我把看见过。对了，他妈妈该子这个样子个辫子个大姑娘放在屋里向，别杀的。我是外太太。哎，公公，这个姑娘是谁呀？那是现在人啊，她出来怎么为何老了？嘿，我的闺女啊！你不是说你的闺女到哈尔滨去了吗？刚回来。是个话，举着老师特别夸充不高夸吧？晓得你老师举我吧？开导你，外太太。哎，公公，有了这么好的闺女，不送到宫里头去呀？想到侬个张面孔摆到宫里向，百灵王中。鼎中生仪呀！不，但可是光你屋里两样子呀。我是外太太，你闺女要是送到宫里头去，吃的就是油，穿的就是绸，住的就是楼啊，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就是琼楼玉宇呀。到那个时候，你的身份、你的地位马上就变了，荣华富贵不得了啊！我是外太太，我这个话灵不灵，当上10年准不准，过后方知了。这个什么狗皮干要出声，像你们还说提出呀？哎呀，侬非听这里个闲话上当，哎呀，这个啦，对胖回走来对侬了嘛，人说哦，非听讲，听了闲话就尾巴头里出气，非听啊。姑娘听说么子？我也听说啊，门口有2位公公，
您这位姑娘是？老姐，也和那拉牛来呀？哦，您就是玉来大小姐呀？不该当的。好极了，好极了，恭喜您，贺喜您了。啊，公公，你们在家是什么啦？我说玉来大小姐，咱们娘请您到宫里头去呢。进宫么？哎，是啊。难道是王上的孙女么？哎呦，我说玉雷大小姐，您真好聪明啊！这就是天大地大的大喜事啊！当真么？那还用开玩笑吗？嘿，母女两个头听见皇帝的孙女的反应，谁都不动。来，他是吓得来弄啊，你发起个？为太太有今年在进宫要吃苦头干。能啦！来儿听我讲，喜出望外，做你的我手那里等着干一日天。你家人家穷是穷的嘞，这种样子呢哈，一时这个苦啊，可是不人有的。但是也想飞身发达，看个兄弟米来走聚散，那这来不是海外，你家人家也想把飞过来的飞一，这一看我。你哪有个地步？哎，姑娘也想享尽荣华富贵，顶顶下个谁进，谁是不了皇帝的孙女？一对皇帝得宠嘛，你要懂着问。随便啥谁给你开口，口个家人家叭上去。所以官这娘带不进来个目的，随时后一个机会。现在一听来说哇。哎呀，娘啊，你那无里糊涂，机会送上门来，你推出去呀？所以来儿听我们家形容一句，叫心花怒放。闻听君
随从把军万步。中的人物，搞不皇帝叫啥呀？哎呀，那是根子里吃，不想南京也别动了呀。啊是啦，根子皇帝热在山珍海味，搞不个用了，接得来如意上面。啊，这种男人还搞干，可两高头不能比着哎。把他现在说起来嘛，一个8万风大老板，一个马路边上把个馄饨摊，再去300块嘛，带也别去带。这各种男人还搞个，还是快点啪点走枪头，往皇帝的面前玩。可么娘不答应，我们来，这个大事体也自个做主宰。啊，母亲，万岁亲的孙女，我已经生命那位女儿们，这得真知了。韦太太一看没晓得个哇。能说就说生命那位，实在叫心中有鬼。这样一看，还是玉来大小姐，您有见识呢。啊！来，快来报名吧。是办法你。很便当的，把你的姓名、把你的名字、把你的年龄，尽管一个字儿的写上，不就得了吗？请你稍待片刻，我去，谁来的呀？好，请便吧。是我外公是来，哒，马着里下进去。来听他说你不对着哇，手通书里向个千金小姐坠楼中国，哒，少年想的哒。你这个事情然是，某这姑娘不是后头姑娘，不年三脚才是大脚。你都在为了骑马当拉，所以叫来这个头。那么，该位姑娘为何啦？个脚不收头来，有2位姑娘脚头得来，43亩个鲤鱼啊，唱来唱不进，可么叫结棍子，哒，奔在里下嘛，拉起笔来，哒，小孩时的人为出来，啊，公公，谁的口对呀？听到水里向单身之上就有2死1口，哎呦！这2个应对是要靠笑几乎水起呀，真是为叫仔细伤心。那皇帝谁是欢喜各种姑娘？我说玉来大小姐，公公，好极了。那还有婉珍2小姐呢？啊，那个也没她也进宫哦。哎呦，上面有婉珍2小姐的名字，当然也得进宫去了。这个，哎呀，说手指半夜妹妹还要进宫啊？可是不来讲，姐妹2个白特一双，屋里向哪办法？娘年纪都在，我一个3兄弟，搿点家务啥人做？也这个2个哇，搿个是一个原因，唯一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姐夫还大难说，妹妹搿张面孔比我啥是唯一漂亮。而且妹妹的人心情温和，不像我是讲泼辣。你2高头包了一台嘛，还有一比。我3个白砂糖，妹妹是1只米白糖。为一的呀，2高头一台进宫，把皇帝一看嘛，再跑头欢喜妹子不欢喜我，这个皇帝才把你抢他噶。妹妹不能让你进宫，偏离了高头。你想想看，打妹子也吃醋该。那么但是个种闲话包不得台面上个也弄该高位定性，各位姑娘从来不弄这事体个。啊，公公，你看呀，怎么了？我叫娘亲你拉多病，弟弟有些，姨妹在家中们也责罚他们不能进宫去了。啊，公公，可能看在来儿的份上嘛，今天就灭了吧。是我带着2
他给跟了一些，两个他给一好一天，啥子嘛？这个女人的眼睛结棍啊，狗闻血拍。不过刚出这一想嘛，有了，今朝马就决定不能，是我放不来。他是姐妹两个的一代进攻，每次3岁现在分口去，乃至要看阿娇张面孔。阿娇张面孔长得这个样子个漂亮，每次不会台湾几何个，两只标志面孔一旦到宫里向去，皇帝带辰光天不晕君的。那么一天不晕君嘛，带辰光里都谁也恨我，那我脑里都两个的一代对进去，这个叫王胖上年个吃力不太好，干嘛呢？今朝放弃家人不能的娘内，一个人进宫下堂，那就是想我够敬我。玉来大小姐，公公，既然听你这么一说，哎婉珍二小姐就看在你的份上，哎，免了。哎呀，公公啊，进得宫去，为嘛你们也都这副来儿啊？这张气波，哎呀，地拉了来里随时菜，切打不打，谁打得了个？皇帝们谁呼吸个种姑娘对子不落？好，那就等会就送你宫里去。啊，今日是也进宫，你好好的准备一下。那我明白了。好，那咱们等会见。你们也去了，您做准备吧。那么来而不送啊？好好好，大信，最好，再见呀！哎呦，我这气不能忙啊！这个韭菜人呼吸的了。两个他给心里想开心个，看似李木那可以佛教浪向大大嘛，爱说努力的大致上就是收着。考虑进宫难可，只要把的你相佛，不晓得都两个十也相佛，不对18。这个女人是一点子几乎来了，一旦宫里向的确，马上是得中生意，忘记呼吸。努力从贵人把提升上去，提升到王贵妃，尊宫娘娘王玉华来随日里。你要想着，我讲人家当初辰光穷得了后窗开不出，一贫如洗，搿抓地，不知还有人晓得。仔细不理，一想，哎呀，当初辰光与两个他给到我屋里向来。逼我进宫，这些辰光，我屋里的家境，你都三口见清清爽爽。不理多他是受到外头去，我为个张面孔做人的啦。我就讲起来，现在了不得了，王贵妃这些辰光穷得后窗开不出，台子只有3只脚。那么哪办法？哼，弄出你，灭口。所以白人分析这个两个他给谁死？谁比哪个夸张个？现在娘单真是难妈妈难啊，难差得落这个来户噶。带宫里去啊！你一进子宫，我管人家哪办法？你这个男，我养得是那10个多啊，3个月只边上飞脱的人呀！你那份看你的我呢？你都压死他自己，这个人家谁看我得是那两个的了惨呀！孩子，母亲，你怎么能够到宫里去呀？哎呀，进宫嘛没好啊！母亲做什么啦？也想挪地宫里向情况不理听听，外头已经等不及了。一看哪来玉来大小姐进宫去了啊！马上进宫子，到底心里难过个。进子宫是凶是吉为薄，离开娘不说得个，追过来，母亲，女儿也进宫，娘亲为什么训诫呀？一日宫门深如海，我当那两家的从今以后。能给办对了，孩子，来趟眼里
像头西针织这样滴下来，孩子，母亲。这对个谁？拉了男生啦，露露，后来办法啥子？你们检查离家宫中去，送进来。起居也是家庭比家为呀，山花心。真句子，一字下心，心一说，要见文人，你来人的呀内生。
说比美公大娘天女儿去了，一个那老进公寓啦，但是人生大事就说天天和道。